南投县溪地乡体育会是来举办运动的夏令营，训练小朋友全面性的体育能力。配合体育会推广运动爱台湾政策，今年迄热溪地乡体育会拢会举办运动夏令营的活动，让囡仔有运动关系，佮有正确的运动观念。希望讲伫暑假期间吼，互咱的小朋友有更加的精彩、更加的热闹这个暑假。为期5天的运动营，今年有规划真侪新项目，希望让囡仔体育能力变好。透过那个大自然的互动、体育的互动，其实小孩子的视力也多少会有点帮助，然后对他们身心灵也比较健康。疫情渐渐变好了后，家长希望囡仔会当参加运动营。囡仔若是有运动惯势，就较袂定定伫咧厝内撸平板手机啊，目睭嘛较袂嗨起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